唔知大家知唔知道英國最細嘅城市喺邊度呢？當大家講起城市，可能都會覺得係講緊一啲好熱鬧、好繁華嘅地方。其實英國有一個地方嘅人口唔夠2000人，規模仲細過好多嘅小鎮，但係佢竟然擁有城市嘅地位。今日我哋就帶大家嚟到威爾斯最西邊嘅城市 St David's， 一齊嚟睇下呢一個小城市有啲咩特色啦。喺英國要決定一個地方可唔可以叫做城市，唔係根據嗰個地方有幾多嘅人口而決定，而係要透過皇家憲章 Royal Charter 去授予地位。適逢喺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40週年嗰陣，當時 St David's 嘅 Council 就遞交咗成為城市嘅申請。去到1995年嗰陣，當時英女王就親自嚟到 St David's 頒授特許狀，去正式確認呢一個地方嘅城市地位。而呢一份榮譽嘅背後，正正就係因為呢一度有極之悠久嘅基督教歷史。英國係由4個地方組成，而每個地方都有屬於自己嘅守護聖人。威爾斯嘅守護聖人就係聖大衛 St David。而 St David's 呢一個地方就係用佢個名嚟命名㗎。喺英國4位守護聖人入面，佢係唯一一位喺自己守護嘅嗰一片土地度出世同埋過身嘅。相傳聖大衛係喺5世紀末至到6世紀初，喺距離而家 St David's 大概1英里外嘅一座海邊小教堂 St Non's Chapel 度出世。佢嘅一生主要都係喺威爾斯度傳教，仲喺呢一帶起咗唔少嘅修道院。喺佢逝世嘅好多年之後，就俾教宗加里多2世追封為聖人。當時教宗仲講過，St David's 呢一個地方好神聖，如果你嚟 St David's 朝聖2次，就等同於去過1次羅馬。之後嚟 St David's 朝聖嘅人就越嚟越多。喺1181年，由當時嘅主教 Peter Delia 帶領之下，就喺呢一度起咗一座更加大嘅教堂，去取代原先嗰一座。想嚟 St David's 行下嘅話，揸車會係最方便嘅方法。而架車就可以泊喺 Oriel Park 遊客中心嘅停車場。呢一個停車場嘅泊車位比較多，泊一日咧都只係6磅。呢一度唔單止係 Pembrokeshire 海岸國家公園嘅遊客中心，入面仲有紀念品店同埋展覽去介紹附近一帶海岸線有關嘅知識。唔知食咩好嘅話，呢一度都有一間 cafe 去提供早餐同埋午餐，而且食物嘅味道都唔錯㗎。講到 St David's 最具代表性嘅地標，就一定係 St David's Cathedral 啦。我哋行落斜路，穿過呢一座13世紀嘅門樓，後面就係 Cathedral Close， 即係教堂區。呢一座大教堂其實係起喺一個山谷入面，因為當年聖大衛擔心教堂太過顯眼嘅話，會引起海盜同埋入侵者嘅注意，所以就特登將教堂起喺一個比較隱蔽啲嘅位置。不過即使係咁樣，教堂最後都係避唔過被洗劫嘅命運。當你一路行落去，教堂嘅身影就會慢慢咁喺山谷入面出現喺眼前。呢一座教堂係起喺12世紀，融合咗唔同嘅建築風格。由正門口行入去，就會嚟到本堂。喺呢一度，第一時間就要向上望下呢一個喺15世紀用威爾斯橡木打造嘅天花。由於當年教堂中殿嘅地基唔穩陣，令到兩邊嘅牆向外傾斜，所以天花嘅設計上就改用咗22個巨大嘅木雕吊飾去組成，去穩定翻成座教堂嘅建築。呢一度亦都係英國唯一一個咁樣設計嘅教堂天花。而正面嘅位置就有一幅石雕屏風，係喺1340年代由主教 Henry de Gower 興建，用嚟分隔翻信徒區同埋神職人員嘅區域。如果近距離仔細睇嘅話，會見到上面有一啲好細小嘅人頭雕刻，屏風上面嘅裝飾仲有開放式嘅4葉花同埋波浪形。呢一啲裝飾嘅風格通常都係出現喺同嘉華相關嘅建築入面，
而且仲保存得非常之完整。喺石雕屏風相反方向嘅嗰一幅牆上面，亦即係中殿嘅西南邊，就有一隻好靚嘅窗。呢一隻窗係由3層嘅窗框包圍住，其實係分別嚟自教堂歷史嘅唔同階段。喺窗嘅中間就係一個圓形，再向外延伸就係一啲好似花瓣嘅圖案，所以呢一隻窗先至會有個名叫做玫瑰窗 （Rose Window）。嚟到本堂嘅後面就係大教堂嘅唱詩區。呢一個位置主要係俾神職人員、唱詩班同埋修士用嚟參加宗教儀式嘅地方。向上望嘅話，就會見到一個19世紀嘅彩繪塔樓天花。喺唱詩區隔籬就係教徒朝聖一定會停留嘅地方——聖大衛聖壇。原本嘅聖壇係喺中世紀建成，不過去到16世紀宗教改革嘅時期，個聖壇就俾人拆走咗，後嚟一直都冇復原返，直到去20世紀先至再重建。而家喺聖壇嘅正上方有3個聖人嘅畫像，正中間嘅係聖大衛聖 David， 左右兩邊分別就係聖 Patrick 同埋聖 Andrew。另外，教堂入面都有幾間細嘅禮拜堂，分別係喺主教堂結構唔同嘅位置，主要係用嚟祈禱、紀念同埋舉行細規模嘅儀式。每間禮拜堂都有自己嘅特色㗎。另外喺教堂入面，亦都有好多重要嘅威爾斯歷史人物嘅墳墓，其中就包括12世紀德克巴斯王國嘅統治者，亦都係被稱為威爾斯王子嘅 Lord Rees。返去本堂嘅側門行出去，就會嚟到一條喺2008年重建過嘅迴廊。呢一條迴廊係將大教堂同埋聖瑪麗學院 College of St. Mary 連接住嘅地方。College of St. Mary 其實就係中世紀一間專門為聖 David's Cathedral 培訓神職人員嘅學院。喺迴廊嘅樓梯上一層仲有一間 cafe， 可以喺呢一度食件 Welsh cake， 飲杯咖啡休息下。呢座教堂同英國其他嘅教堂風格唔太一樣，冇太多華麗嘅裝飾，整體嘅感覺比較低調同埋樸素。嚟到大教堂嘅後面，有一條叫做 River Island 嘅河，行過河嘅對面有一間細細地嘅小屋，入面有賣下紀念品同埋唔同嘅威爾斯特產。再行前少少，仲會見到一座以前俾大教堂主教生活同埋工作嘅地方——主教宮 Bishop's Palace。參觀完聖 David's Cathedral， 你可能會覺得當年喺度做主教一定好風光，但其實喺好長嘅一段時間入面，呢一度嘅主教都只係住喺一棟好簡陋嘅石屋。係直到去1328年，主教 Henry de Gower 先至決定要喺呢一度大規模擴建主教嘅住所，於是就起咗呢一座曾經好壯觀嘅主教宮。主教宮嘅用途唔單止係用嚟工作同埋居住，仲代表住當時教會嘅權力、地位同埋財富。Great Hall 就係當年主教用嚟舉辦盛大宴會，親自接待嚟朝聖嘅貴族同埋高級神職人員嘅空間。而宮殿入面最具代表性嘅建築細節，就係呢一隻屹立不倒嘅圓形窗。呢一隻窗係喺其中一幅好高嘅牆上面，主要係用嚟採光同埋營造出一種神聖嘅空間感。雖然而家只係剩返石牆同埋窗框，但亦都可以話係成個位置保存得最好同埋最搶眼嘅一部分。至於點解而家嘅主教宮會變成頹垣敗瓦，同隔籬保存得咁好嘅大教堂有咁明顯嘅對比呢？
主要係因為喺英國宗教改革嗰陣，當時嘅主教 William Barlow 為咗徹底咁切斷大教堂同中世紀過去嘅關聯，所以佢就摧毀咗教堂入面嘅聖大衛聖壇，將教堂所有嘅聖物同埋財物都全部搬走，甚至整爛。佢仲將主教住所由聖 David's 呢一度搬到去教區比較中心位置嘅 Carmarthen， 亦都係由嗰陣開始就再冇主教返嚟聖 David's 呢一度嘅主教公住啦。因為長期都冇人喺呢一度住，再加上當時宮殿屋頂嘅建材俾人拆走咗拎去賣，令到建築結構俾風雨侵蝕得更加快。參觀完大教堂同埋主教宮，我哋就沿路行返上斜路入到去市中心，會經過呢一間 Chapel Chocolates， 佢哋賣嘅朱古力同埋雪糕都係威爾斯本地製造，味道好濃郁，可以買嚟試下。喺市中心廣場就有一座 City Cross。呢一個八角形嘅石柱係中世紀嘅講道十字架，當年神職人員就係企喺呢一個位置度向民眾傳教。喺 High Street 仲有一間叫做 Sofa Woolen Mill 嘅鋪頭，主要賣羊毛製品。佢哋嘅產品係喺距離聖 David's 3英里外嘅一個地方叫做 Sofa 度設計同埋編織嘅。根據呢間鋪頭嘅官網介紹，佢哋喺2008年曾經為現任國王查理斯3世位於 Carmarthenshire 嘅住所製作地氈同埋織氈。如果有興趣買啲高級羊毛織品嘅話，可以嚟呢一度行下。嚟聖 David's 除咗參觀教堂之外，周圍嘅自然景觀亦都好靚㗎，有水清沙幼嘅海灘、懸崖同埋一望無際嘅景色。係一個可以好好放鬆同埋享受大自然嘅地方。想更近距離去觀賞附近嘅海岸同埋野生動物嘅話，可以參加由聖 Justinians 出發嘅環島船河。喺 High Street 呢一度有幾間船公司提供唔同路線嘅 boat trip， 帶你去附近嘅島嶼，例如 Ramsay Island 同埋 Skomer Island。沿途唔單止可以欣賞到好壯觀嘅海蝕崖壁，仲有機會可以近距離咁觀賞海鳥群、海豹，甚至係海豚等等嘅海洋動物。最後，大家如果係帶埋小朋友一齊嚟玩嘅話，又對昆蟲好有興趣，可以預時間去埋距離聖 David's 大概5分鐘車程嘅北farm。呢一度係一個關於昆蟲、野生動物保護、飾物同埋農業嘅遊客與研究中心。喺北farm入面有一個室內嘅熱帶昆蟲展館，展出嚟自世界各地嘅昆蟲，包括有竹節蟲、蠍子、切葉蟻群等等。如果想同佢哋互動嘅話，仲可以參加一個工作坊，有專人講解啲昆蟲嘅特性，仲可以將啲昆蟲放喺你嘅手上面或者喺身上面，俾你感受一下佢哋嘅質感。另外有一個昆蟲博物館，可以睇到各式各樣嘅昆蟲標本，例如蝴蝶同埋甲蟲，加深對佢哋嘅認識，同埋知道佢哋對人類嘅生活帶嚟嘅各種貢獻。呢一個北farm入面，除咗有展館之外，仲有成6英畝嘅土地，可以沿住農場步道一路行，一路睇到啲喺大自然入面嘅各種昆蟲同埋動物，好適合啲中意喺田野入面揾野生昆蟲、親親大自然嘅朋友。行完一圈，如果夠膽挑戰食昆蟲嘅話，就一定唔好錯過佢哋嘅餐廳啦。Grub Kitchen 嘅主廚 Andrew 喺2015年喺呢一度開咗英國第一間可以食昆蟲料理嘅餐廳。我哋今次就試咗2款嘅昆蟲甜品，味道都可以接受，比較難嘅係要衝破心理關口放入口嗰一下。如果你喺餐廳食完昆蟲料理之後一試上癮，又或者想買手信俾朋友試下嘅話，喺門口售票處隔離亦都有好多用昆蟲製造嘅零食可以買走。聖 David's 呢一個英國人口最少嘅城市，
係一個有豐富宗教歷史又接近大自然嘅地方，每年都吸引好多遊客嚟呢一度參觀教堂，欣賞呢一度嘅海岸線同埋行山。呢一度環境寧靜舒服，好適合週末嚟輕鬆行下。鍾意我哋嘅影片嘅話，就記得留言話俾我哋知，仲有幫手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